36000。如果而家咁樣每個月支出23000，一個月慳翻13000，咁到你要住嘅地方啦，你已經租咗2個單位出去，你又揾翻一個地方租。我就以柏傲莊為例。2026年樓市嘅關鍵字係防禦力，即係你手頭上每個月有幾多錢實打實咁樣落到你個袋。今日我就用2個真實嘅樓盤嚟做一個例子計數俾你哋睇。咁今年年頭買入柏傲莊2房嘅話咧，市值就1200萬。咁如果你做7成按揭3.25厘，咁印花稅俾咗47萬5嘅，月供36000，租金收入0。咁我哋持貨咧現金流。每個月支出36000蚊，咁如果攞同一筆錢，同樣1200萬，我哋選擇買入2間必家方1房嘅話咧，咁佢哋每一間樓價600萬，印花稅27萬，月供32000，租金收入就2間加埋37000，咁樣計一計落嚟，我哋將我哋嘅收入減咗我哋嘅月供嘅話，我哋持貨每個月我哋都有5000蚊落緊袋嘅。咁到你要住嘅地方啦。你已經租咗2個單位出去，你又揾翻一個地方租。我就以柏傲莊為例，柏傲莊2房咧，而家咧就租緊28000。咁我哋就將呢個28000蚊擺翻落去我哋嘅成本度。我哋每個月嘅支出實際上就係我哋嘅23000蚊。相較之下，直接買個大單位，我哋每個月支出36000。如果而家咁樣每個月支出23000，一個月慳翻13000，一年咧就總共慳咗156,000。點解會咁嘅咧？你買一個大單位自住嘅話，你嘅租金回報2.8厘，但係我哋嘅供款個息口咧就3.25厘嘅。當你嘅供款仲多過你嘅收租回報嘅時候，你每個月啲錢白白咁攞緊出去嘅，形成咗一個負利差資產。但你買個細單位收租3.8厘至4.2厘嘅話咧，你收租嘅金錢就會多過你嘅息差，形成淨利差。咁我哋就係透過2租1住，將我哋嘅負利差資產轉咗做我哋嘅淨利差資產，嚟達到每個月有現金流嘅效果嘅。設立之後咧，一個人名買2個單位冇問題。我哋睇埋印花稅，淨係呢度都慳咗20.5萬。計埋晒其他嘅東西，我哋今日睇到嘅 2R1S 呢棟門擺咗喺呢度啦。你想繼續每個月都倒貼，每個月都白白將你賺翻嚟嘅錢1蚊1蚊咁放出去，定還是係改變你而家嘅生活？你可以好好諗下。我係C朗，今日就同你哋分享咗一個資產除錯嘅方式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